来关心天气，虽然即阵外口是真烧热，不过早暗的温差会真大。今日透早伫咧苗栗的三湾，有关是有降到4.1度。气象署就提醒，即几天这温度有关拢会起起落落。今日暗暝到明仔透早，有关有可能会剩无10度。所以讲提醒观众朋友，一定要随时调整穿插，加套衫。山头一湾后背西砍掉咧，玉山气象站早起天气真好，水汽收到了后，山区无阁落雪。拜五自开始，各地温度回转来好天，暗过透早受辐射影响，西北部温度较低。本岛上气温出现伫苗栗三湾4.1度，新竹关西也只有4.4度，桃园大溪测到5.9度。气象署提醒民众注意日夜温差，到拜六透早，各地依然50度以下气温发生的几率。拜六开始，西半部也要注意，因为气温回转甲风场的改变，局部地区会大雾或者是有低云。下礼拜一之后，慢慢的南风上来之后，金马地区以及台中以北地区都要留意雾的情形。这个月开始气温大大回升，上北伫下礼拜三之时，有测高温甚至有30度。一直到下礼拜四方面过境，各地由北向南陆续展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形态。拜五开始，冷空气旋去路南。目前美国模式预测可能达到寒流顶级，不过对时间的接近依然有变动。28号的下半天之后到晚上开始，然后一直到周六29号，然后到周日30号的这段时间，目前看起来冷空气的强度有一定的规模。天气分析师指出，下礼拜五明显降温了后，会阁有华南分河区一波接一波刷入去东移的情形，大环境转做有雨无稳定的天气。用北部地区为例，一阵落雨会继续到清明连假前半段，至少要到4月初4了后，水汽才减少。连假后半段天气有机会转好，会较稳定，民众规划假期应该加注意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